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同各位介紹下點樣收集同埋列印參加者嘅同意書嘅表格。首先，參加者需要掃描由醫療機構提供嘅 QR Code 或者網站連結，進入 Google 嘅表格網頁。每一個服務單位會有屬於自己嘅指定 QR Code 及網站連結。進入網站之後，可以見到標題同埋 logo。標題同埋 logo 可以更改為你哋辦事處嘅指定商號。問題右上角如果有紅色星星嘅話呢，都必須要填寫嘅，否則無法進入下一頁。第一頁呢，主要係用嚟填寫個人嘅資料嘅。填好資料之後呢，就可以核對一次，再繼續到下一頁。第二頁嘅問題主要係關於季節性流感疫苗。所有嘅問題呢，就必須要作答嘅。打針當日呢，醫護人員就會指示參加者啦，喺表格上面再次確認同埋簽署嘅。填寫完畢之後呢，就可以確認一次，再按繼續到下一頁。而第三頁呢，就係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問題嚟嘅。咁無論係唔係接種肺炎鏈球菌針啦，所有嘅問題都係必須要作答嘅。如果唔係呢，就冇辦法進入下一步噶啦。填寫完畢之後呢，可以再次檢查一次嘅，然後就撳繼續啦，就會到下一頁噶啦。再之後呢，就會去到聲明嘅頁面嘅，跟住呢，就確認呢所提供嘅資料全屬正確啦，同埋同意接受疫苗嘅接種嘅。呢一頁呢，就必須要點擊同意啦，先至可以繼續報名嘅程序嘅。如果有錯誤嘅話呢，就可以撳返返回鍵去更改嘅。當確認所有資料冇錯之後呢，就可以按繼續去到下一頁嘅。最後呢，撳提交掣呢，就會完成所有嘅報名程序噶啦。參加者提交咗表格之後啦，幾分鐘之後就會自動寄出一個確認嘅電郵，去到辦事處之前提供嗰個 email 嗰度嘅。不過呢，有時呢 email 系統啦可能會分類為垃圾郵件嘅，咁就可以去垃圾郵件嗰度查看噶。撳咗入去電郵之後啦，就會有一份參加者填好咗嘅 PDF 表格嘅，跟住就請致電參加者確認時間、地點同埋籌號。撳咗入去附件入面嘅 PDF 之後啦，就可以睇到參加者所填嘅個人資料嘅。咁辦事處嘅同事啦就可以下載同埋列印去備用嘅。印咗出嚟之後啦，報名表嘅左上角就可以加上一個號碼作為籌號，咁就方便打針當日呢可以短時間之內派返俾參加者，再轉交俾醫療團隊去登記嘅。如果有任何技術上嘅疑問呢，就歡迎聯絡我哋團隊去查詢嘅。好，咁多謝各位啦。